那今年8月，均发生伫台南台市警察的被告林姓吴是外役加工的受刑人，无照时间登去报到，煞加工嘛拢无要无紧，引起批评。行政院嘛随赶紧提出相关条例的修正草案，要加严外役加工遴选的标准。今仔日伫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嘛召开公听会，要听各界意见。 今年8月，台南2个警察互外役家受刑人林姓吴杀死，引起社会大众对外役家制度的关注。行政院随提出外役家条例修正草案，提悬受刑人的遴选条件，排除重大暴力、高度犯罪等各种10类。14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召开公听会讨论。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是认为说，如果把监狱要把受刑人关到死，关到不出来的话，那我们这些措施我们都可以放弃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说他还是有放出来可能性的话，我们就要给他机会。 可以加入重大的这个所谓的暴力犯罪类型。说10年上，你排除了很多这些受刑人哈，他可能因为这个家庭或者是一些年少不懂事而被关进去的。我们给他一点机会。我主张是说，可以把这10年再做一个斟酌，把它给拿掉。外役家登记，互人认为有款式的受刑人，才有法度大一批。也有学者认为，矫正所成立的遴选小组虽然有规定外评委员袂当比1/3较少，但是主管机关也是有真大的裁量权，难免互人认为是黑箱作业。台湾各政工作权益促进会也指出，伫咧加监内底，常常拄到中官交代，爱特别照顾某一寡受刑人，各政基层也对外役家无信任感。我们其实每次看到，比如说权贵、特定人士、政治人物一进来，其实我们心里都在猜，他什么时候会被选到外役监去，而且果不其然，都还被选去。 外役家制度希望受刑人会使伫要释放进前，豆豆关系社会的生活。但是目前行政院提出的修法版本，排除特定犯罪类型，互学者烦恼颠倒失去中心的思想。促进会也观察，有权势的人，较有可能互选去外役家，爱小度记录，就爱详细规划。记者郭本丹保罗台北报道。